10月30日，沙田野馬獨角獸香港賽馬貼士。大家馬迷好，大家可以重溫返上次獨角獸所提供貼士嘅賽果。第一場1650米5班，首選4號魔法速遞131磅11檔，周俊樂配呢個文家良。次選10號歐洲傳奇123磅3檔，班德禮配呢個葉楚航。三選2號官萬物135磅2檔，潘頓配呢個毛偉傑。最後5號宜昌奇兵133磅8檔，布文配呢個黎超星。第二場1200米5班，呢一場係精選嘅心水選擇。首選12號東方寶寶120磅3檔，潘明輝配呢個徐宇石。次選6號幸運福星124磅6檔，黃志宏配呢個毛偉傑。三選3號大番薯134磅7檔，霍雲星配呢個廖康銘。最後8號東方魅影129磅1檔，希威森配呢個大衛希斯。第三場1200米4班，首選5號凝聚美麗126磅11檔，班德禮配呢個毛偉傑。次選11號劍無名119磅7檔，鍾奕禮配呢個告東尼。三選2號新力127磅4檔，黃志宏配呢個鄭俊偉。最後9號火神神諾122磅1檔，蔡明紹配呢個蘇偉賢。第四場1800米4班，呢一場係精選嘅心水選擇。首選5號精算特殊126磅4檔，希威森配呢個鄭俊偉。次選3號奮鬥心131磅5檔，奧爾文配呢個伍鵬志。三選13號駕勢奇葩117磅2檔，巴道配呢個告東尼。最後9號超眼光120磅9檔，艾少禮配呢個蔡約翰。第五場1200米4班，首選1號日日獎135磅11檔，希威森配呢個方家柏。次選9號喜行122磅2檔，楊明倫配呢個大衛希斯。三選3號星火燎原130磅8檔，布文配呢個徐宇石。最後10號心裏有數122磅3檔，蔡明紹配呢個蘇偉賢。
第6場1650米4班，首選8號加州星馳121磅8檔，中翼禮配呢個告東尼。次選7號本領非凡125磅6檔，何澤堯配呢個羅富全。三選11號青春力量123磅1檔，班德禮配呢個大衛希斯。最後14號大利好運117磅12檔，艾少禮配呢個蔡約翰。第7場1200米3班，首選8號開心5月117磅10檔，蔡明紹配呢個告東尼。次選11號決一劍117磅9檔，希威森配呢個廖康銘。三選3號鑽石星空130磅1檔，奧爾文配呢個徐宇石。最後7號天天灑落117磅2檔，潘明輝配呢個羅富全。第8場1650米3班，呢一場係精選嘅心水選擇。首選14號天時名區110磅14檔，黃寶妮配呢個大衛希斯。次選5號勁先生128磅4檔，潘頓配呢個賀怡。三選4號自跑得130磅11檔，艾少禮配呢個廖康明。最後12號新意馬118磅13檔，希威森配呢個廖康明。提醒返各位馬迷，今日嘅3場精選心水選擇分別係第2、第4同埋第8場。以後麻煩大家免費訂閱我哋嘅頻道，撳埋隔離嘅鐘仔，咁有新片就可以馬上通知大家。點讚我哋嘅影片，多謝晒大家支持，我哋下次再見，拜拜。